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1年的9月9号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诗篇19篇、箴言15章第1到17节，希伯来书第11章17到22节，主题是试验。我们都知道台湾的学生很会考试，因为我们的升学制度沿用了日本的系统，以考试为依据，然后来决定什么样的人可以，或是说什么分数可以升学。升学的考试在英文的翻译，我们可以用 test 来说。但是西方的升学考试制度则是以学历测验，或者我们说是检验，或是检定，英文应该是 exam 的翻译，或许可能比较贴切一些。但是因为在信仰上面，我们看到圣经的记载有试验试炼甚至试探在圣经的原文都是 test， 所以我们还是必须要回到这个角度来了解，到底圣经在讲的试验是什么意思。既然在圣经里面原文都是同一个字，那现在问题来了，到底圣经的翻译要翻译或是了解成试验呢，或者是试探呢？到底基督徒如何去分辨？简单的原则就是说，当撒旦的试探的目的，其实是要透过给人的苦难，为了要让人来远离上帝。而上帝给人的试验呢，是为了要让人更具有信心，更能够亲近上帝。就好像升学考试的目的不是为了要让人落榜，而是要检验哪一些人他是否有能力可以升级，或是说哪一种的分数可以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的学习，哪一个学校，哪一个科系。以我们现在的说法来说，我们可以说成能力鉴定。那我们再回到昨天的分享，马太福音17章，耶稣基督的门徒们，他们因为没有办法帮一个孩子赶鬼的事，基本上我们可以说门徒他们没有通过能力鉴定。因此在耶稣基督医治好那个鬼附身的孩子之后，他之前他就这样说：你们这时代的人多么没信心多么腐败我还得在你们这里多久呢？还得忍受你们多久呢？事实上，这件事情之后接续的这个生活当中，耶稣基督的门徒们在每一次的鉴定当中都失败了。他们当中有那种出卖耶稣的，有否认耶稣的，有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，更有耶稣受难之后到处逃窜的，更有回乡捕鱼的，重操旧业。有人问，上帝为什么这么莫名其妙，这么无聊？他为什么要赐给亚伯拉罕一个儿子，却又要将
这个亚伯拉罕将他的儿子杀死，献给上帝。这些人认为上帝非常的莫名其妙，他们甚至说，怎么会有这种上帝？牧师要再次的说明，了解圣经不能从字面去了解，必须了解其真正的意涵。关于亚伯拉罕献儿子的事情，基本上是上帝要看看亚伯拉罕在100岁的时候，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孩子啊，那是不是从此之后就对上帝变心了呢？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当时候的背景，在当时候的传统宗教当中，他们都有那种献儿女的陋习。上帝要亚伯拉罕脱离这种恶习，然后能够全心全意的来跟随上帝的带领。在申命记第12章31节的经文里面提到，上帝说，你不可像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，因为耶和华恨恶一切可厌恶的事情，他们都向他们的神行了，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，献给他们的神明。可见当时候的传统宗教背景是这样子的一个落伍状况，这么样的一个没有人性，更重要的是一个对亚伯拉罕来说是一个信心的考验。当亚伯拉罕带着以撒要上山去献祭的时候，他的儿子以撒问他说，我们的那个献祭的羊在哪里？亚伯拉罕回应了他儿子说，上帝预备了。原文是耶和华以勒。亚伯拉罕他能够就这样子能够放心的跟随上帝，因为上帝是丰盛并且有预备恩典的一位上帝。从此以后，以色列或者我们更广义的来说，基督教的信仰就开始了一个人类脱离野蛮、无知、迷信的一种这个理性敬拜。我们相信上帝是满满的救恩，这样的信仰。希伯来书说，由于信心，亚伯拉罕在上帝考验他的时候，把儿子以撒献上，当作祭物。亚伯拉罕乃是领受上帝应许的人，可是他情愿把自己的独子作为祭物献上。上帝曾对他说，你要从以撒得到我所应许的子孙。他认为上帝能够使以撒从死里复活，其实我们也可以说，亚伯拉罕的确曾经把以撒从死里领回来了。因着信心，亚伯拉罕通过了上帝给他的试验，对他来说，他再也没有难题可以阻碍他跟上帝的关系。